那其实虽然我们的影片跟大家未来制作方案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由台市政府文化生产管理处所主办的一个无形文化精神影像的竞赛，所以它其实如果对文化或者是历史有兴趣的同学，其实在透过这些影片的过程当中，会也可以找到不一样的想法跟题材。那今天呢，我们会播放的就是5部影片，分别是那个神异十佳奖，还有素材台公司跟福城土鸡电子高建，还有港阿里联泰多玛跟朱永明负担一起。那来到现场的呢，就是会是前面2部片神异十佳奖的蔡导演，还有我们的素材台公司的欧全祥欧导演，待会他们就来到现场跟大家座谈。那座谈过程当中，就是影片大家要仔细看，座谈也可以踊跃发问，我们都有准备小礼物，就现场要发送给各位同学哈。那请各位同学到时候就可以不用开车的影院回答我们的问题，或者是跟导演进行交流，因为这次是蛮难得的机会，就是今天常常也是我们的第3场校园巡回，所以说就是大家除了今天之外，之后也只能在线下的几场公共场域看到我们的作品。那所以就请大家尽量不要打瞌睡，然后可能可以吃东西，这样可以保持清醒，好不好？就是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先看我们校这一次的宣传片。